讲到司法正义，全体民众拢有真悬的期待。但是，若是去互冤枉，阁要安怎来平反呢？继续来讲一个洗清冤情得到平反的故事。这是发生伫2009年，当时一台滨东东港的渔船，帮一个台商为菲律宾载货返来台湾。本地讲纸箱内底货品是海奇的 DVD， 要送返来台湾收整。想袂到货品一落地，纸箱一拍开，警方煞查到毒品海洛因。结果船长陈辉胜甲帮忙交货台商的朋友林进良，拢互怀疑是毒贩来共党的，两个人拢互判刑18年。一直到冤狱平反协会展开救援，加上台商尾也有坦白，讲因两人确实是不知情。这个案件才透过再审，伫10年后得到反转。无辜者安怎度过监狱中的折磨？平反了后，阁要安怎来行人生的后半场？咱做伙来看。没有这件事情发生，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在捕鱼啊。我以前的成绩很好啊，大家都认识一个陈某胜。啊，然后寄3台机啊，人生全拢改变了。船啊，有拢无去啊，怀念一定怀念，一手创立起来。司法过我这几年安尼，都拢无去啊。平常就在这边开港啊。下锅的时候在这里下锅。坐伫咧船尾，头毛白白陈辉胜是过去伫咧东港真熬了学昂船的讨海人。伊做厉害，从事这捕捞工作，伊做厉害。我等咧讨海，后勤群啊创一个拢。迄是毋是做要求过啊？迄个大家拢做好的朋友。坐伫咧边仔的林进良，捌是1月1趁60万，不来只渔船仔的船头家，两人却拢牵涉到2009年河南台湾钓囝的渔船运毒案。没有这件事情发生，我也是跟他们一样在捕鱼啊。我以前的成绩很好啊，大家都认识一个陈某胜。啊，就是因为阮是拢离渔行才咧出入嘛，今仔两个才会红海啊，才清惨啊。台商林金群打电话给船长陈火胜，要他帮忙把一个纸箱从菲律宾载回来。而陈火胜当时人在菲律宾靠港，拿到纸箱之后就直接把它放进船长室。没想到回来之后才发现，当时林金群说纸箱里面是要维修的 DVD 里面竟然夹藏了16包将近5.6公斤的海洛因。代志发生到今已经10年，各种细节、时间、地点，两个人的记忆犹原清清楚楚。伫林进龙因遐掠到迄个西龙庄啊嘛，知影内底有毒品啊，就问伊看，这物件是红载倒来。啊，伊甲伊讲，我这只船啊，做得利10号啦，警察才过来找我啦。啊，伊来，伊就讲问我看我是陈火胜嘛，我讲是啦。好安啦，啊伊讲你已经出代志啊啦，机啊内底16袋海洛因啦，迄个船长室内底有4卡箱啊啦，算讲1卡是林金群寄的。啊，佮有3卡是我的朋友寄，大家好朋友。啊，他有可能伊讲会寄遐买海南啊，伊就是寄3台机啊，咱帮伊替代安尔。啊，当然袂当得啊，这就分离啊，这安就无当排解啊。伊知影我要转台湾，啊，所以伊甲我讲，迄成哥啊，讲听讲你要倒台湾哦，我讲晓。你也要倒吼，我3台机啊，叫你倒咧安尼啦，倒修理咧安啦。我讲好啊，我喺船长室内底放咧安尼，我19号开转来啊，台湾迄早起7点我就入港啊。我迄阵拍电话我，讲玲啊，迄先啊船啊已经入来东港啊，拜托个你去给我关带，啊箱啊顶有写对方的名的电话啦。啊！你甲拍好，伊就来赶倒修理啊！修理你的，我搁要寄船啊，赶紧寄过安尼啊！我拍互迄先啊，
迄先啊讲伊咧抬鱼啊，伊无闲通去啊。讲啊无要紧啊，啊你若要去船啊，你才迄落拍电话，我是委婉头前加你才甲我讲一个安就好啊。煞无人想会到，一卡纸箱啊，互容易人的讨海人生，就安尼变调。伊顶悬有写对方的电话嘛，我全照迄个对方的电话甲拍互伊嘛。哎，即摆来的时阵吼，也一支粉要我食啦，我讲我无食粉安尼啦。啊，迄个金棍啊，骑迄3台歹机啊伫遐，行去伊的车后斗啊，迄个后斗啊掀开顶，要放的，咱打就冲来为个车头炸的安那。其中一个组员问我讲：“你敢知影迄啥物物件？”我3台歹机啊，讲无呢，迄内底是毒品呢。我转甲回答讲啊，我互设计去啊，安尼啦。迄个咱打迄个组员，迄个嘛直接就甲我回答就对啊。讲我知影恁冤枉的，阮已经甲鉴定要2年外，要3年啊。车顶就咧甲我讲啊，讲。阮已经监听8个月啊，啊，拢无听到恁的声音啦。恁也无通联，也无迄个语文啥，拢无啦。啊，我就知影讲，恁这是无辜的啊。警察的证据，省审法官无咧信导，关键证人台商林金quyền扣通缉，毋过头尾拢美伫咧菲律宾，无扣传唤到庭。拍官司就拍3年外，拢无看到伊个人啊。啊，就是讲啊，伊有写。金quyền啊，写尾大迄是安尼有，安尼即个证据有效果无啊？法官甲伊讲无效果，逐摆就讲啊不得采信。2012年8月，陈慧成含林进良被法官以运毒罪判18年徒刑。我记忆上深的哦，过天光要开临时庭的时阵，何胜大哥我讲一句话，我还记着。我讲伊。3暝吼，规暝拢困袂去，拢想袂开啊，用要自杀啦！啊，2个故意人清清白白，你无张持，你管用这种一生无以为的代志，我哪会袂记啦？真正我是讲安尼啊，即个日子是变怎过啊？即个安尼真正有艰苦的就对啦，啊。从此，陈慧成入监狱关8年。我入去第3天，因就去的时阵，大家伫遐吼甲规暝拢袂困一下，嘛是安踮遐想咧，啊目屎流流咧，安尼讲，啊不当时才我当出去啊。林进良唔甘愿互冤枉，选择走路。我无做，我入去，互你判18年入去，关1日比人关1年搁较忝，短的2日。我全选择讲，我不见入去，我要出逃就对啦。逃1日算1日啦，打临时工啦，哦，请顾问啦，哦，啊，但是迄无登记啦，因为咱会惊嘛，咱会惊讲，你若一种通缉的，你若久，惊会出破。暗时你是不是拢唔敢开灯？唔敢，我拢电视嘛看无声，狗互咧开对唔对？吼。电视先禁息，哦，看外口是啥物情形，家己会惊啦，唔知啥物时阵警察会来。林进良走路5年，冤枉打运毒罪2601公，啊，陈慧成博多辩解冤屈有3603公，直到被到集团主嫌台商林金quyền转来台湾到案，2人的冤屈才正经红洗掉。也是因为林金權他回台投案之后说明了细节，这也是成为后来提起再审的关键证据。那法院后来因为这个关键证人出现了，把当时的情况说得很仔细，也证明说陈火胜确实不知道他在意的箱子里面有毒品，所以法官后来就判无罪。总算幸福家己清白，不过68岁陈慧成人生嘛对咧乌有10年，开过倒伊体力比过去更加歹。厉害的船仔咧现咧顶动吼，咱咧行路吼，就爱换物件，甲徛会知啊。太久没有上船了，刚出去就一直吐了。以前不会啊。以前到菲律宾都不会吐。对啊。陈慧成有当时啊，在朋友船只去掠鱼啊，变掉青春讨海人梦，敢会当伫咧海上找找费本。
我船啊，当咧讨好的时阵，安尼一抓拢200多万咧卖啊，家己创制出来啦，哇，一寡财路拢断去啊。这头毛哦，较早咧讨海哦，拢乌心心啦，出代志，啊，搁入去安尼才开始入买。手提相片是40岁迄年，伊替家己打造第一只渔船第20号。嘛是会怀念啊，这只船安尼缀阮10几年安尼，或者金盆啊、母甲安尼，逐项遐都无去，土地也买去啦，啊船也袂当大安啦，对啊，剩个一张网安尼顶。这毋是梦，是陈慧生的真实人生。同款经过10年落空人生的，还有林进良。我迄阵遮济只船啊，等下我5年后拄啊剩一只啦，怀念一定怀念的啊！一手创业卡的，经过司法5几年安尼，啊拢无去啊！啊，一个黄金的时间，恁全给我误去。人是有几变春天行行，啊，我哪有可能袂怨恨啦？2009年，林进龙卷入一桩东港渔船跨国运毒案，历经长达11年的审判，其中他还经历了5年的逃亡。2020年，司法判决他无罪确定。如今，林进龙回到故乡小琉球，专心处理公庙事务。最高法院通过说，定说我爸那个再审通过，并停止刑法施行。那时候接到那个国号信的时候，当下我是在那哭了，我抱着我爸哭。对，因为毕竟等了5年。随望冤案去平反，嘛是伫咧林进良因几口早死的人身上留下遗憾。早上的时候，奇怪，就看到电视明明在播，啊，怎么没有声音？就看到自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听到林进龙挂号，每次听到都很担心，就不晓得说这个消息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都会担心，因为从以前接到法院的传单啦等等之类，都蛮担心的。19年才那个正式那个无罪定谳了，不单是对我爸来讲，我觉得对我甚至我妈我姐来讲，10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黄金岁月。我觉得都因为司法这样的误判，把我们10年的黄金岁月都毁掉了。冤案对受害者和亲人，亲像是去治疗人生暂停的开关。本地保障人权的司法，煞去顾到因的人生。法官判了有罪，其实是利用一些推论的方式来推论说，主观上你可能知道里面有毒品，从头到尾都没有从菲律宾回来台湾。也是因为这个关键证人他没有回来台湾，导致没有人能帮陈火胜证明说，当时他拿箱子的时候真的不知道里面 DVD 机里面有毒品。民间团体5望，2023年就要推出的国民法官制度，凡是当予法官判罪，有可侪证据会当检视。透过人民参与审判这样的制度，让这个直接审理啊，不管是交互诘问、证据开示，然后或是说这个在法庭上面的检辩双方的攻防，变得就是更注重了证据，更直接的被检视，然后也比较容易可以让被告的程序被保障。那这样子就比较有助于间接的让冤案的发生的机会变小。担心的就是说，怎么样子让那个权威效应，就是法官的引导的比例降到比较低，或是状况可以比较减少。那这个讨论的评议的过程就很重要，也是要有充分的对话。那国民法官目前来讲，我认为不能够解决，因为它里头国民法官就像国民兵法官，但是里头还有几个职业法官是将军法官，最后他们也会接受一堆暗示。国外早已经把法官呢，法官、检察官、辩护人，他们用叫做圆桌会议，从不同角度去看一个事件，在台湾是做不出来的，因为法官一定要做很高。台湾司法爱改革，学者嘛建议爱拍开受害者救济管道大门。欧洲国家第一审就把它当作主要审判程序，所以第一审扎实的第一审就不会有在后面的上诉。法官不是绑在里头案件的这个处理者、终结者，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来算考绩的，算这个他的积分的，这都不对的。另外一边，检方也给一个跟他的对口单位啊，可以帮忙他们，但是因为
怕有问题，所以他们就要用审查而不叫调查，然后也不是能够用言辞跟他对话，而是用书面来审查。这种案子是到尾端，然后即使是平缓，人民也是非常痛苦。期待司法改革未告别的家庭佫受到苦难，但火星林进良当过冤罪洗过了后，运命将其尾回转，嘛总算迎接自由无惊的人生后半场。